攝影作品展覽純影感覺純感覺開幕典禮即將開始。首先要多謝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長中資助計劃，亦要多謝愛普新香港有限公司嘅全力支持，提供優質嘅相片打印方案。現在有請馮敏堯先生陪同各主禮嘉賓入場。有請花龍影友協會名譽會長、英國皇家攝影學會榮譽高級會士黃貴權醫生。英國皇家攝影學會香港分會主席陳錦雄先生。香港攝影學會會長朱濟權先生。沙龍影友協會會長藍志光先生。香港攝影學會副會長曾兆忠醫生。沙龍影友協會國際沙龍會主席林巨津醫生太平紳士。英國皇家攝影學會高級會士、美國攝影學會藍寶石星攝影家蕭建勳醫生。有請各位嘉賓就座。而家有請陳錦雄主席致開幕詞。各位來賓，你哋好，各位開咗冇講細聲咗啊！黃貴權先生今日係一個舉辦咗一個好大型嘅展覽，咁係由皇家攝影學會香港分會主辦嘅。咁我哋今年嚟講係第2次，咁就阿馮生咧，佢係今日嘅作品係非常之琳琅滿目。我哋亦都係大開眼界嘅。唔阻各位交個咪俾佢。好，現在有請馮敏堯先生致請辭。黃貴權醫生、陳錦雄主席、朱濟權會長、藍志光會長、曾兆忠醫生、林巨津醫生、蕭建勳醫生同各位朋友，今次呢個展覽係我1年內第3個展覽。咁記得上一次第一次咧，就係去年11月就向世界出發。咁而今年3月咧，聯同幾位朋友咧就舉辦咗一個坦桑尼亞獵奇嘅攝影展覽。咁而2次嘅攝影展覽咧，令到我有個啟示，咁我就想搞一個比較特別啲嘅展覽。咁而呢個展覽咧就係以一個主題，佢全部一個主題為主嚟搞嘅。咁所以就辦咗呢個純影純感覺黑白同埋紅外線嘅攝影展覽。呢次攝影展覽咧係採用咗組相嘅形式，用一輯相片咧去表達一個題材。咁我自己覺得較單一照片咧嗰個表達能力咧更加強，傳遞嘅信息咧亦都更加全面。作品咧亦都唔係用呢啲好鮮豔啊濃烈嘅色彩啦去取悅觀眾，亦都冇咧多重整像合成嘅特別效果同埋呢個設計畫面，着重瞬間嘅捕捉，凝固一瞬即逝嘅情景，重回攝影嘅本質。咁呢個我覺得係最重要嘅。而展覽嘅名稱亦都有特別嘅意義。純影係用單色或者係好簡單嘅顏色作為主幹，避免咗濃烈色彩分散咗注意力，減少對主題嘅干擾，令觀眾更加直接深入題材，進入攝影家嘅思想領域。而純感覺係透過一系列嘅影像，引領觀眾嘅思緒，一步一步咁樣走進作品嘅主題，從而引發聯想，產生感覺，進入作品嘅靈魂。整個展覽嘅作品從選擇題材、數碼影像處理同埋列印都係自己一手一腳完成。我覺得咁樣先至可以有效咁控制品質，拍攝重現拍攝嘅時候嗰個感覺同感受。亦希望各位透過今次嘅作品，能夠感受到相片背後所傳遞帶出嘅故事同埋感覺。多謝各位。咁剪彩儀式咧就即將開始啦。咁我哋有請朱長林小朋友咧為嘉賓帶上剪彩嘅工具喎。
比較辛苦啦。好，請各位嘉賓咧上前嚟準備啦。係，我哋先影張相先嚇，面向鏡頭影張相先。咁我哋咧數3聲咧就開始點彩嘅儀式啦。好，準備1、2、3。作為嘉賓可以走咗。好，各位嘉賓可以走咗。好，以下咧就係由馮敏堯先生致送紀念品俾各位嘅嘉賓嘅。好，有請黃慧權醫生接受。係，多謝黃醫生。跟住請陳錦鴻主席接受。好，然後有請朱濟權會長。接住落嚟係藍志光會長。然後係曾兆忠醫生。然後林巨津醫生。跟住有請蕭建勳醫生。係，咁你哋有個好食先啊！接住落嚟係拍大合照嘅。好啦，咁其他嘅朋友都可以過嚟咧，一齊影張合照嘅嚇，大家可以埋位噶啦嚇，唔好客氣啊嚇，埋位影張大合照啊！好，準備1、2、3。今日嘅相咧將會咧喺翻馮敏堯先生嘅網站嗰度咧，你哋可以下載翻作為留念嘅。